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或者是转关机，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同心安静的来敬拜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渴慕你，渴慕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特别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我们老我的罪，恳求你也能够赦免我们，让我们单单来到神你的面前，学习仰望神。当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晓得你是信实的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用你的双手来引领我们走出我们生命的旷野，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让我们进入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得着丰盛的生命。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晚的敬拜，让我们一起享受神你的平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恢复，回到神你的面前，如同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学习谦卑温柔的心，能够领受神你所托付的呼召。谢谢主，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恭敬仰望神，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站立在你信实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是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金连进我心，看见大容因你胜利，我要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们再一次从头来唱的时候，邀请你将你的心敞开，让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将你一切的忧虑、一切的重担交托给神。站立在你左前，站立在你信实面前，你双手领我走出旷野，看见你为我所预备，光照在黑暗里，使脸上帕子都挪去，你话语如金连进我心，荣上加荣因你生命，我要贴近我们的神，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无法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叫
我们的心敞开来领受。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要领受，我要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真要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的心，让我们的心坦然无惧来面对我们的神。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我心坦然，我心坦然无惧，敬拜你，跟随你，永恒在你手里。我放下自己，我要贴近，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重生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领出我们起初对他的爱。让领受你起初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我要贴近，我要贴近他，我要贴近，贴近你心跳的声音，思绪如你，步伐如你，更靠近你。我主像你丰盛的生命，我要领受，我要领受，我用指出对我的心意，我心渴望荣耀如你，圣洁如你，基督耶稣，我全属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赐福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每一次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站立在神你的面前，我们晓得我们是何等的污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与不足。但我们相信，当我们有神基督的样式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要再一次恢复到神你所创造起初的生命。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面前站立得稳，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火祭，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
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也透过行动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与安排。也盼望你，如果你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弟兄姐妹，邀请你早就近的教会，将你的行动用你的奉献来祝福神的教会。神也必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我们赏赐丰盛的产业。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我们的心所有。我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赐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牧师在这边来做我们教会的消息的报告。这个 PPT。我们明天是男神的纪念主日，那我们会邀请陈信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请安报告，也请我们继续关心男神的事工侍奉的工作，能够栽培更多属神的工人在教会能够为主继续做很好的牧养。那我们下个礼拜是中长秋租赁中树主日，也是受难周的开始，也请我们大家能够预备心与主同行这个十字架，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3月28号礼拜四晚上，我们会召开7点半会召开第3小区的联合圣餐礼拜。那也邀请各位如果有想要参加的，请我们在6点40分我们教会集合出发。那如果你自己可以自己前往的，也可以自己骑机车前往哈。那我们在3月31号要举行复活节的赞美礼拜，那当天我们会有第2次的圣礼点，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一起为我们自己本身来庆祝耶稣复活的重生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同样的去体会了哈，去体会生命复活重生的意义哈。那我们在3月31号，我们会后会举行新楼医院的健康讲座特别是胃肠疾病哈。我们东方人其实蛮多牧师牧养很多基督徒大部分肠胃疾病很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个座谈，能够学习更正确的健康的守则，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得更长久，服侍神能够更长久
那我们今天呢，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祷告，经历上帝的救恩。那我不晓得你到上帝的面前，你来到教会，你的心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个嘉伟，今天很久没有来好，那嘉伟，你觉得你来到教会，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在心灵方面，平静，对不对？好，那当你平静的时候，你会需要什么？我们问一下基督徒，你觉得基督徒在什么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透过什么方式让自己平静下来？有没有人知道？就是祷告。可是祷告，有人也有祷告，可是他不平静；有人祷告，他也好像没有获得。所以牧师今天特别要透过这段圣经节，透过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到底怎么样透过祷告去经历？我们知道祷告是跟上帝对话嘛，可是我们在跟上帝对话，我们有没有去经历到，到底上帝有没有听见？甚至上帝有没有应许我的祷告，然后成就我祷告里面的需要，来帮助我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就是经历上帝的救恩啊！所以在开始以前牧师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短影片这是林书豪，他每天会有非常自律的生活请欢迎你们来我的 Day in the Life。他早上起床那牧师有稍微把他稍微修剪了其实他还有跟他的猫咪做对话，然后他也会帮助他的猫咪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他喜欢撒娇，每次做错事，他就会这样子撒娇。Get up。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开可以吃一点早饭。好，因为如果他没有早餐，我不能去感受我的食物，因为他会太讨厌。我们是喜欢给他比较多蛋白，加一点。你每天有没有感觉早上需要足够的营养？很健康。你每次到神的面前，看到你有没有感觉你需要足够的营养？里面都是他的玩具，可是我不给他。来，我们请坐年轻朋友，请坐。我们来坐前面来。只吃 collagen 是健康，可是如果你加 vitamin C， 它会帮助你几倍。我忘记那个科学是多少，就是篮网队一直教我们，然后一直强迫就是每个球员。现在我受伤，所以这些都是专门去帮助 tissue regrowth， 组织修复。因为我晚上还会吃，可是我晚上是我每天没受伤的时候的一些 supplements， 超难喝，每天早上真的是像折磨，特别是这个。喝这些难喝的 supplements 只能干杯。最后一件事就是煮我的早饭。听说我有很多队友，他们煮饭很差，这个真的很丢脸，你们不要这么没用啊！我来教你，现在是零厨师。OK， 面包烤，第一步 ，and then after that, all I'm gonna do is put peanut butter on it. We'll just let it toast for a little bit. Alright. 我喜欢煎一煎。哦，你看煎太多了。啊，这边不错。其实感觉好像也蛮简单的，对不对？什么都没加。我不能说我喜欢，可是对我的身体比较好。在我的家，这个花生酱面包就是我的招牌菜。学好了吗？加一点盐，一点。我一边吃，开也一边吃。OK， go， come on， 可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加盐吗？补充钠离子。吃一点水果，吃的水果都是 anti-inflammatory， 加上水果再怎么抗发炎。Cherries， 你们有没有在吃水果啊？这些都会算是很健康。重要哦。年轻人可能比较少。好，大部分都喝饮料比较多。看看 ，He hates when I leave. All right, let's roll. Time to go to practice. Good morning. This is Alan Good. Hello. He's a die-hard fan of. Look at his shirt.
每次去练球的时候，都喜欢祷告、读经，就是花时间跟上帝。那我就是花这半个小时去做我的 devotional， 让我感受今天，让我提醒自己，就是我很多东西不能控制，很多东西可以交给上帝。怎么去爱一个人，怎么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怎么去 serve 一个队友。所以你可以看，这是我一直5月9号，2023年，然后一直往下。我觉得最单纯、最好的爱，就是耶稣给我们的爱。那圣经也会教我们，就是 love others the way you would want to be loved。用你喜欢被爱的方式去爱别人。一个队友，真的觉得我能。你喜欢什么爱的方式？没有真正的去尊重，那你就用什么爱去爱别人就对了。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可以当老队友，不管那个年轻球员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不会去放弃他，因为他曾经好像被别人想去帮助，鄙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我的矛盾是年轻球员的时候，平衡，他曾经被忽略、被轻视，我会觉得我需要做太多，所以很多这些 decision making、discernment 都是要慢慢来，祷告听，问上帝，我今天应该怎么去做？所以每天这个 devotion 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好 ，OK， 我们影片先看到这里哈。那牧师其实有稍微修剪过哈，好，但是好像不是这一块哈。那没关系，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看见林书豪他的一生，他的每天，他面对祷告是决定他一天开始很重要。我们知道他刚刚在吃东西的时候，他吃什么？他为了要修复，因为他生病，就是说他受伤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你受伤的时候，你会去吃，你会去用一些让你觉得很痛苦的东西吗？修复会不会？不会哦，因为反正舒适就会让他自己慢慢修复，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就让他慢慢修复。可是我们可以知道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忽略祷告的重要性？因为祷告实际上好像没什么用一样，可是实际上祷告对一个人决定一个人的一生却是如此的重要。我们看到林书豪是多么一个有名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球员，他怎么样把他的生命交托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每天早晨的祷告。那我们就要去想说，到底祷告为了什么？当然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甚至让我们能够决定我们的人生当中怎么样去面对挑战，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可是他就说他期待自己被爱的方式去爱别人。那我不晓得你喜欢人家怎么爱你的方式。我们要时常去想，上帝爱我们吗？上帝爱不爱我们？爱。你觉得上帝怎么爱你？那你就用什么方式去怎么样去爱别人？这就是上帝不断的在教导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祷告。其实祷告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时常问自己几个问题。其实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他们曾经经历过生命非常害怕的时候，他们怎么经历过上帝怎么带领？第一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过红海，对不对？可是上帝告诉他出埃及记14章13节到14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应许！我不晓得你要祷告，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相不相信这位上帝？他就像这段圣经节所说的，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呢？你在祷告有没有那种信心，说我的上帝他要为我开路，然后带着这种心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跟神求？嘉伟，你愿意跟上帝求吗？上帝他希望你来跟他讲，他希望你跟他求，可是你有没有相信，就像摩西对百姓说的，不要怕，只管站住，相信说，看耶和华上帝他今天要带给你的生命的救恩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时常去想，到底神要怎么样让你在困难当中、困境当中去经历上帝要怎么救你啊？所以圣经里面说什么？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哦。然后呢，耶和华必为你们怎么样征战？你要记得，我们做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在面对问题，好像上帝你根本就没有显明让我突然间飞起来，还是突然间赚大钱，那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的上帝都在为我们征战，他晓得我们的问题，他教导我们。圣经说：“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问各位，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心里面会 murmur？ 会不会说：“上帝啊，你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吗？”我觉得基督徒时常要注意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个心境。我们祷告神的时候，我们跟神求的时候，你的心有没有何等大的仰望？说神啊，我相信你，我什么都不怕，我只管去做你要我做对的事情。这是不一样的生命态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大卫跟歌利亚。我们知道大卫，他面对的歌利亚是将近这个2.7米的高度哦，是非常巨大的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大多数的人都不敢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应许之地里面的人都非常的强壮啊。可是上帝要以色列人重新面对的是，你的心里面会不会因为别人的强壮而害怕自己无法去抵抗？我要问各位，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可是我们晓得大卫有没有轻松轻易的就打倒歌利亚？有啊，他是靠的是什么？他对上帝的信任。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基督徒单独面对我们的生活生命，如果你平时你不透过祷告，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底上帝的爱怎么样让我们的生命去为主做工。我们好几个礼拜都在讲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培养出热忱的教会跟文化。可是我们知道说好啊，有非常棒的意向梦想啊，可是我们不敢啊，因为我们缺乏祷告。所以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有没有在祷告啊？要好好祷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都要祷告。我们要想几个问题，祷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甚至我们要想用什么样的生命方式来向上帝祷告。祷告的目的，还有我们用什么方式来祷告，向神祷告。所以这是牧师今天期待我们要透过圣经节，我们要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这本书，这个书信。我们要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它是在帖撒罗尼城，帖撒罗尼城濒临这个爱琴海的旁边。那建于这个主前315年，在希腊时代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一个根据点。保罗他是在第2次传道的时候所建立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保罗他在建立的时候呢，因为刚好受到逼迫，所以他不得不要赶快匆忙的赶快离开，不然他很容易受到很大的生命的危险，所以大家赶快请他离开。所以呢，在那当中，他只有短暂的牧养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保罗他在短暂的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呢，这个新兴的教会他受到迫害，他担心这个新兴的教会会被受到迫害，所以保罗他就打发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去探望一下，探望这间教会。然后呢，从提摩太的口中，结果得到说，原来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并没有受到这些迫害，反而更刚强壮胆的站立得稳。所以保罗他觉得很安慰，而且他继续关心这间教会他们的属灵状况。而且呢，这当中呢，他知道这间教会他们的基础还不是很稳固，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他特别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来怎么样去安慰他们、祝福他们。好，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稍微让大家理解。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这段圣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到第25节。我们来看15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
不可以用以恶报恶的方式彼此相待了哈，或对待众人，而要常常什么追求良善。各位在座的年轻朋友，我相信你们现在已经高中了哈，国中时期还会想要说，那有人讲了一句话就不舒服、不愉快哈，就怎么样，就想要冲去到顶啊，修怕修台啊。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要时常抱着一颗心，我们要谨慎。保罗他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谨慎，不要遇到有冲突的时候就用以恶报恶啊，而互相对待，要追求良善。每一个人的心都会有那个想要 fight， 想要攻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跟人家抵触。可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甚至呢，他教导我们。”他继续教导我们要怎么样？要常常喜乐，要透过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怎么样所定的旨意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与人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和睦良善、彼此相待的关系，甚至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要向着上帝要我们所定的那个心意，我们要学习去迈进，就是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你有没有喜乐啊？有没有喜乐？钱都赚不够了，对不对？生活多困难了，对不对？人生的目标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我怎么喜乐？你还是要常常喜乐，因为神告诉我们，你要不断的祷告啊，不是喜乐然后就会自我感觉良好的喜乐，不是啊。基督徒的喜乐不是这样，常常喜乐的人，他是在不断的祷告里面，他会懂得感恩，即使他在困难当中，他透过祷告，他保持的愉悦的心情。所以我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人，他真的是在面对他的困难的时候，他懂得保持一颗喜乐的心在面对生活。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所定的心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断的透过祷告，才会有感恩的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态度概念。甚至呢，最后呢，他继续讲了，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世上有许多的诱惑，有许多的欲望，有许多会让你会犯罪的事情。可能手机，可能一个讯息，可能人家对你说的一句话。我们要记得，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时常会提醒我们。我们知道，那个就是圣灵要对我们教导的，不要做。那我们就要适时的怎么样，懂得提醒自己。所以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有些时候，我曾经时常在反省，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你在讲台上可不可以讲的话不要那么的尖酸？有没有不要那么的气场人的心嘛？”那我心里面就想说：“主啊，这些话我其实没有对人没有恶意，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人会有这种想法。我后来只有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因为我知道这些是人生命当中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说，我觉得我会愧对神。有一天神问我说：‘委员啊，我让你做牧者去传讲我的真理，你有没有讲应该讲的话啊？还是只是在那边跟他们 happy 啊？’我的心里面只要想到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主啊，让我学习教导我们每一位信徒，要懂得凡事查验。不是每个先知他所讲的都是对的，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只要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会懂得这位牧者、这位牧师他所讲论的真理，如果打从你的心里面会感觉到痛，那我期待你能够透过祷告去明白到底神要对你说什么。那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会怎么样？你会知道怎么去查验，知道什么他是对你所讲的话是何等的对你生命多么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都不会希望去做那个不好的，可是往往有些时候要改变的生命，我们却不愿意去改变。
反而是让自己在那种堕落当中去犯罪得罪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他继续说，他说：“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后面这句话最让我觉得害怕，不是害怕怕耶稣来，是怕耶稣来了，他指责我在神的面前，我做一个神的仆人，我并没有去教导神的儿女做应当做的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是做父母亲的，如果神告诉你，你做父母亲的应当对孩子的教导，你并没有去教导他，那你会怎么样？你有一天上帝也会，我教导你，叫你要跟你的孩子传福音啊！我每次只要想到这，所以我记得每一次我只要回到牧师娘他们家里有些时候我都很想要，真的，我就说，妈，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牧师娘的妈妈她还没有信主。我有些时候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觉得祷告很重要，因为如果我没有透过福音，没有透过主的真理，能够带领我身边的朋友，我都觉得我愧对神，我好像有一层不好意思一样。所以我要问各位，你觉得祷告对你来讲重不重要？传福音重不重要？很重要，祷告也很重要，可是我们却不常去做，因为我们感觉反正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感动怎么样，为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为我们代求，我们还何必祷告呢？所以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藐视圣灵的感动，实际上要我们的生命要学习警惕，从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事情都要去向神祷告。因为当我们心中不是只有环境生活得着喜乐的生命，我们要透过祷告才会有感恩的心。所以保罗继续说，那召你们的本是什么？信实的。召你们的是谁？是上帝。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所以你看保罗他做工他做牧养的工作也好，都是透过祷告。所以我要问各位，你有没有常祷告啊？当你成绩功课不好，你有祷告吗？当你的工作找不到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啊？当你某一件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静下心来向神求啊？我每次只要我犯错的时候，我只有认罪悔改，说主啊，我知道我现在得不到，是因为有你的心意。我知道现在还没有改变，我知道我还做得不够，所以我都一直在反省到底我要怎么样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圣经里面说，他说愿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保罗他是说愿愿的意思就是说不见得啊，可是他期待那个是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什么是成圣？成为圣人圣是什么意思？圣洁。所以我记得牧师在很早之前我只要看到年轻朋友，他们只要准备要犯错的时候，嘉伟应该经历牧师最常念他的，等等，你先不要做这件事，听听牧师要对你说什么。他后来都是经历到真的是如牧师所讲的那样。那我不晓得他是否有曾经这样的经历，可是我敢说，现在的他跟2-3年前的他，刚进教会的他，一定是有很大的不同。封禁也是啊，封禁他刚来教会的时候，他没有笑容的，他心里面有很多你看不见他到底他内心世界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没关系，你说龌龊求主怜悯，你们要开始去改变你们心里面可能现在年轻人正在做犯罪的那种欲望。不好的事情，你都要求主来赦免你。你要去改变，让你的生命能够让上帝亲自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成就美好的心意，而且那是受祝福的。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挑战自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势必要在上帝面前，从今天的圣经节教导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好好为自己和为他人的关系建立良善的关系，对不对？好，这个是很重要的。甚至呢，他说要建立有冲突关系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要改善心意变化的喜乐关系啦，对不对？好，所以要常常喜乐，就是在患难当中常常喜乐嘛，对不对？一样啊。有些人他在患难当中，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个脸很臭，臭到好像看起来就不像会倚靠上帝的，看起来就知道他没有在祷告的，看起来就知道他好像无药可救一样啊。所以你会知道，一个人他如果没有在与神亲近的关系，你可以从很微小的细微的动作你都看得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你跟人、跟上帝，或者是你自己的生命产生冲突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改善它？有没有？会不会？你没有钱赚的时候，你都会想要去赚钱的，想办法想要得到钱。可是为什么你的生命有困难、有问题的时候，却没有人想要去解决它？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们要去思考。那圣经今天也教导我们要学习代祷，不停的祷告，去经历在人不能，在上帝却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祷告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去经历那个变迁过后的生命之后，你会感触到那个如何去感谢上帝的生命观。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祷告是为了什么？祷告是为了让我们的关系能够得着改变。牧师来讲一个故事，我在国中时期，我在家里面，我蛮常偷我爸爸妈妈的钱。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很厉害的偷窃分子。好，我会去思考这个爸爸妈妈他这个皮的那个他放在哪里，然后他的那个钱的厚度多少，然后我可能偷偷拿了一张，他可能不知道。我之前我曾经回想我在国中时期，我去研究妈妈爸爸他们在用的钱是从哪里拿的，然后这个钱的多寡来决定我拿了以后他会不会发现。甚至呢，他拿完之后他们会讲，为什么我的钱好像少了？然后他们夫妻俩就互相在讲，你有没有拿我的钱啊？我心里面想到说，糟糕，被发现了。然后父母亲就问啊，我说，有没有人拿我们的钱啊？没有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说谎。可是当我每一次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都想到这件事情。我说，主啊，我很想要钱，因为有钱我可以去打电动，我可以去买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可是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你不喜悦的，求你怜悯我，赦免我，帮助我，让我在这个困难挣扎的当中，让我晓得我的生命怎么改变。每一次我都下定决心，我下次不再偷了。可是每次我只要看到同学约着我要去打电动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都只有出门都只有给我10块钱。当时10块钱算蛮不错的，就是还可以买个冰啊，买个饮料，那个好喝的饮料啊。我妈就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可是在我心中有无穷大的欲望，我想要得到。当时候从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当然高中大学没有再偷了，可是到高中偶尔我只要一回家，我只要想要，其实我都习惯了，甚至我发现好像都没有人发现，我还是在偷。我告诉各位，这没有人知道，我的父母亲也不知道，这是我今天第一次讲出来。好，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在2-3个礼拜前，牧师，我平时我都会回去帮我爸爸按摩，大概下午4-5点、5-6点的时候，我都会回去帮他按摩，帮他捶捶背。那我就在聊着当中呢，我们就讲到钱，我爸爸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小时候我都不晓得，你们那个不知道谁，好像都有人在拿我们的钱。”我心里面他是开玩笑的，他是在讲说你们小孩子小的时候都以为爸爸妈妈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你知道吗？我心里面我看到我的爸爸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有一块重担石头好像放下，
我说爸，你怎么知道是我？其实是我。因为在国中、高中，每一次到大学，到我在整个成长的路段的时候，我只要每次想到我国中时期做偷窃的时候，我都在神的面前认罪，可是我不敢跟我的父母亲认罪认错，我不敢。可是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可是实际上，上帝是希望我怎样？要坦白的去找父母亲说：“父母亲，不好意思，我偷拿了你们的钱。”我要跟各位讲什么？我要跟各位讲，我的父亲让我感受到，我们的上帝就像这样。上帝他希望我们做一个在世上就算是一个罪人，我们也要晓得，我们要到他的面前祷告，跟神祈求认罪悔改。因为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会经历到那个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你看，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爸妈早就知道了。所以我的心里面，我觉得是我自己让自己一直跳脱不出那个什么那个框架。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人生命当中的罪会把人捆绑在你的死胡同里面，你无法去领受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就是这么的 free， 就是这么的美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曾经有一位牧者，他考验他教会的几职同工会不会随手关灯啊？这位牧师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的同工认为说，牧师怎么这样做呢？他故意把这个电灯都打开，然后看同工会不会自己去把它关闭。有这样牧师，他们曾经这样做。可是我要问各位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只要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的，我们有没有勇敢的去面对它，甚至去实行上帝所要我们做的那个生命状态？所以我觉得上帝期待我们在透过今天我们这段圣经节，期待我们能够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去突破我们自己，不是只有单纯你来教会聚会，或者是你单纯的服侍神，而是你要好好学习你如何透过祷告去经历改变的生命，甚至你也愿意把这份祝福去祝福你身边的朋友，他还没有相信主的。所以曾经有同工或弟兄姐妹告诉我说，牧师，楼下的那个中保代祷那个代祷卡看起来好像没有做起来。我心里面想说，没有做起来不是我做不做得起来，做不做得起来是在于我们教会的每一份子。就跟刚刚牧师说的，如果我今天把所有的电灯打开，你会选择去打开，还是你会选择去那边 murmur 埋怨？谁呀？是谁把那个电灯全部打开？真糟糕！在那边抱怨，心里面没有感恩，没有保持的一颗喜乐的心，用祷告的心说：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每一个人学习节约能源。我告诉各位，有人他是习惯用抱怨来看待他的生活的大小事情，可是神要我们看的是透过祷告去看见神要如何改变。所以你愿意好好的为我们的教会、为你的生命、为你的课业、为你的未来来祷告吗？你愿意吗？牧师期待你要好好为你的生命祷告，为我们的成龙在半年后就要毕业也要进入职场工作，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都要好好为他们彼此代求，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14章26到27。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害怕，不要胆怯，不要忧愁，因为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牧师所赐给你们的，是上帝所赏赐的。所以如果你来到教会是因为牧师会让你感觉不平安，那就错了。你要心里面去想，
是你里面的什么事情，你无法跳脱与神建立那美好的关系，而去领受到主所说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像世人所赐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只是讲道，分享主的话语与真理。唯有你亲自去领受、去感触神要对你说的话，透过祷告去经历神。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啊，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许多时候，当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重我们眼前所看的，我们忽略了我们与神的关系，需要透过更多的祷告、寻求、看见神你奇妙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要成就救恩的计划。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到主你的面前，能够学习单单仰望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火热的心，为主你做光做盐，为主你的福音的工作能够警醒祷告，让我们学习看自己、看别人比看自己重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注目看神的眼光，学习看神的心意。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要越活出神你的形象。谢谢主，再次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交托在主你面前，也求主你保守带领，在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张岩，他明天以及后天在成大的篮球比赛，求主你祝福他，整个球赛过程当中得着平安，用感恩的心，用神所赐的力量，所做的每一项动作，在球场上为主做美好的征战，用荣耀神，能够见证他在比赛当中是胜利者，是神所赐的儿女，是强壮的，是神所喜悦的。愿主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所摆上的，让我们一起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课业上，我们都能够尽心尽力做好我们应当做的本分。我们相信神你所赐的是丰富有余的。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的生命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愿你平安。